この番組はホラスポンサーの健康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啊，又係阿 Sam 啊，歡迎跟我翻到嚟 Landing Zone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載咗由歡樂滿港華搞嘅隻抽杯比賽啊。咁隻抽啊，顧名思義就係 one on one 啦。咁嗰日啊，總共咧就有32位參賽者啊，爭奪呢個隻抽杯嘅冠軍。咁賽制亦都好簡單嘅啫，除咗一個打一個之外啊，所用嘅槍咧都需要 reset trigger 先。咁即係話每次一開場啊，都做一次上彈動作啊。用嘅槍方面咧，除咗手槍都可以用 rifle。咁我今次咧就揀咗用手槍上陣嘅，而身上面咧總共只可以有5隻彈夾啊。8強同埋之前嘅比賽咧就會係3盤2勝嘅，咁之後咧就係5盤3勝嘅賽制。咁本來我自己咧就帶埋部航拍啊，諗住去拍下大家比賽嘅，咁但係咧因為我部航拍機咧實在太嘈啦，所以我有少少驚影響咗參加比賽嘅玩家，所以最後咧只係拍咗1、2場就冇再玩啦。咁好啦，我哋事不宜遲啊，咁睇下我哋可以打到幾遠啦。咁首先嚟嘅會係當日嘅熱身賽啊！到嚟，11調位。咁熱身賽嘅畫面就咁多先啦，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進入正式嘅比賽啦。不過好可惜，我32強嘅對手呢係冇嚟到嘅，所以我係可以直接晉級去16強。好，咁廢話都係唔多講啦。咁16強嘅賽事會由我對 Ruby。好，即刻嚟。Stand by。個個都幫襯你啊！好 ，thank you。Stand by。hit。11。Stand by。Air Sam 2-1晉級。話咁快，咁我哋就成功晉級啦，由16強晉身8強啦。咁其實最後個槍呢，我係唔係好覺得自己有打中到嘅，咁都係裁判話俾我聽，原來打中咗啫。好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繼續8強嘅賽事啦。咁呢一場呢，我嘅對手係 Winky， 我哋即刻嚟睇一睇啦。hit。Stand by。Winky 有冇中？20。嚟到啦 ，you win。你。標快。哦，5。3。仲要打多彎。仲喺度收工添。Nice。Stand by。啊Winky晉級。
好啦，打完呢場正式就輸咗啦。哇 ，Winky 真係好勁，好難打，每個位都俾佢捉到路行先我一步啊，所以輸都係抵嘅。咁去到呢度，我今日打嘅部分啊就完咗啦。咁但係放心，條片未完嘅，等我化身隻抽杯嘅特派專員啊，為大家繼續報道當日隻抽杯嘅比賽情況啦。好撚高張真係。開始出口啦，開始出口啦！好神啊！可以出口神啊！要我冇啊，師兄。就係今年咁啊Good game！ Oh yeah！ Good game！ ！Stand by！新年先，新年佢啲槍未到。哦，仲有幾多彈？係啊，大家估下啦。佢冇晒彈嘅新年嘅嘢。You can do it! You can do it! 嚇，開本啦，係嚟。請講。一樽水，一樽水啊！一樽水，你個樽水搞外圍，喂，搞外圍，喂，其實好玩喎。攞塊板過嚟咧，寫低賠率啊嘛。冇㗎咯。佢仲有幾多彈？好似得翻一隻啫喎。好似少少幾飛嘅嘢，幾飛嘅係啊！真係打晒呢度。勇者啊！喂，如果佢贏到要靚波啊，真係。睇腳啊！新年佢得翻2飛咋？有咩感想啊？可以晉級到決賽啦！第6關頭好恐怖，係咪得翻2粒彈啊？諗下打和，我洗緊啦，我睇下後尾好咋，真係好笑，好嘢，勁！好，問埋新年先。新年啱啱嗰場有咩感想啊？好撚攰，好撚攰，但係冇諗過會入到4強。初係諗住啊，試下自己單抽個能力去到邊度，諗住啊唔好輸第一場，就已經達到咗自己想做嘅嘢。咁而家入到4強打季軍戰，咁超額完成啦，平常心去睇。好嘢，好嘢，好正經啊佢。我哋依家咧最後嘅季軍賽啦，喺我左邊嘅有 Euro。
下自己咧？我叫 E.T. 可以叫我澤，你而家打到第幾而家場啊？到冠軍賽，冠軍賽咯緊張，平常心。喎！你覺得頭先打過邊個最難打？呢個但我好難打，係嘛？呢個好難打，唔可以主動企喺度。我想講你係唯一一個用 Y-Fall 入到最後嘅人嚟喎。中意玩 Y-Fall。啊，OK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ready， stand by。嗰打到我嘅我。好，下個邊嗰啲，我撐 E.T. E.T. 我撐你啊！有證據，扣錢！今日謝秋杯第一屆嘅冠軍係 E.T. 太勁啦！屌，你贏咗喎，但係好撚緊張，好震啊！係啊，氣水都震。對啊，搞好震啊！勁啊！勁啊！所以啊，玩咩短槍？玩長槍咪得咯。咁你搞呢場比賽有咩感想啊？我 so far so good 啦，順順利利，大家冇交嗌，大家玩得開心咁啊最好啦。咁我都係即係搞下，睇下會唔會話可以吸多啲新血。所以如果你係睇緊條片嘅，如果你係有興趣參加石秋杯嘅話咧，咁就記得入我哋 WhatsApp group 同埋報名，我哋下次會見到你添。耶！